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通的头家玉轩，感谢大家支持阮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点图版本的这个教材呢，今仔日要开始，会当互大家会当摕到教材啊，足欢喜的。当然，为着感谢大家对于阮的支持，我要办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的是一个翕影片的活动，从今仔日开始到7月初8为止吼，我们来分组两组，家庭组的甲教学组的，家庭组的翕3分钟到5分钟，甲厝内的人斗阵来用这个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吼，会使用这个教材会进行有人咧哭。啊，教学组的部分呢是翕5分钟到7分钟，咧公开的场所来用这个教材来教学安尼，啊，你教的对象，无论是啥物人，还是啥物年纪，拢 OK。吼，啊，甲这个影片传到 YouTube 去，啊，详细的活动办法，请参考阮的内容，就是较等文字吼。为着鼓励大家来使用这个本土语言，所以我要送你啥物呢？要送这个大纸录音大纸5000张，5000外张哦。我已经准备好啊。这个大纸因为可能无咧用，本来无咧用点特别的人，无了解讲这个大纸要安怎来使用，我即马透过这个影片吼来试互大家看。后来。吼，伊用人咧甲我写倒单，按平常写是即个图就有声音。吼，好，你去听歌。好，我用这个来示范者。这个大纸要安怎使用呢？这个大纸咧就是这是。会当甲本来是咱定厝内啊有用纸的有声册，也是讲扫 QR code 的有声册，吼，有声册，拢会当用这大纸的形式变做，因为录音大纸的关系变做咧有声的，吼，这是古早的时阵，我甲阮囝录的。Busy Bear DIY Day by Benji Davis 嘿，所以即马阮囝已经你要背下啊吼，伊即个古早的声音会透过安尼留落来。所以其实迄当阵嘛，我嘛是毋是讲甲真标准，啊伊嘛毋是讲甲真标准，咱无要紧，迄就是一个生活的记录。即摆的时阵，迄当阵是因为无讲台语啊，讲实在是安尼。即摆会晓讲台语啊嘛，就变做用台语的方式。5000张大纸是安尼，每一个细张拢会当录4层。这个无录，伊有即个声音。要录的时阵先点即个，点即个 hello。你无讲一个啥物话？好，搁点即个，就是结束。搁点一摆。Hello。对，点这个录音，再搁点这张大纸，搁点停止，搁点这个大纸就会听到你的声音。这 ABCD 这是旧版本的啦，毋过也是会当用。这 ABCD 是啥物意思咧？是咱拄则录这张大纸嘛，对。好，你搁点这个 B 的时阵，搁录一摆。我即马换做讲台语哦。好，我停。我点一摆。我即马换做讲台语哦。嘿，对无？毋过咱拄则明明就是即张大纸就录 hello 的时阵点 A。Hello。嘿，搁点 B。我即马换做讲台语哦。好，搁点 C，搁来录一摆。录音是即个。好，即马是用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的活动哦。好，毋免讲点 C 啊，其实。即马是用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。拢是同一张大纸哦。A。Hello。B。我即马换做讲台语哦。C。即
即摆是用笑嗨嗨台语音玲珑啊。好，甲点滴，我共一张大纸哦吼，录音点大纸，我你讲，讲要讲啥？好，无，毋过也是搁会试看觅，要停止录音点停，搁点大纸。所以，共一张大纸内底会当录4站，就亲像4个无共款的拖仔共款。好 ，A B C D 是安尼，啊，即摆因为有改版本啦，啊，毋过袂要紧，这号码吼也是会当用。因为即摆咱是配合点图笔嘛，所以讲真侪朋友厝内拢有即个点图笔，啊，就会当利用即个大纸吼。毋是我是录个 A。DIY day。我一般啦，家己咧使用的时阵啊，无用到4站遐尼多，其实1站就真有够用啊。啊，即摆有传遮侪大纸要送互大家有遮尼高，啊，大张内底拢遮尼多，每一张拢会当录4站。哦，希望大家呢会当多多来支持，哦，啊，透过遮个影片，吼，互搁较侪人知影讲，这真正是足赞的教材，多谢大家。